買一罐送一罐，對手2罐。呢個係咩金啊？呢啲叫係咪小青金啊？呢啲叫做呢個咧，依家咧就叫做新會青金。陳皮咧，所有人都知啦。點解係新會最靚咧？三水交匯啦，三水交匯係啦，全世界都知啦呢樣嘢啊。所以買陳皮一定要買新會嘅先。新會㗎，幾時大概收成咧？青金就係青金咧，其實依家咧呢個季節可以收啦，8月份啊嘛。8月份到就收青金。係啦，8月份開始收啦。我哋收咧就要有一個規格嘅，到咗去到1兩到2二啦，或者8錢到2二呢個重量咧就開始收走啦。要收走啦，佢哋啲皮都係收翻嚟嘅，但係你哋咧係真正係有埋自己嘅果園，冇錯，一站式由呢個種植啦、摘皮啦、開皮啦、曬皮咧，甚至乎收皮咧，都係自己搞掂晒咯。所以成件事嘅品控咧係真係做得好好，同埋咧係真係掃完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咧係特登咧好熱，呢度40幾度，嚟呢個咧我都濕晒啦，濕晒。係啦，事不宜遲啊，呢度真係好熱啊，不如我哋而家去直播間啊！哇！真係咁快翻到嚟我哋嘅直播間啊！我哋今日咧，哇，佢嗰個果園係超級勁大啊！真係，係啊。果園咧，其實係我哋李老闆咧喺新會其中一個啫，嗰個。咁我哋李老闆咧喺新會裏邊咧有10幾個咁樣嘅果園嘅。10幾個，呢個係當中一個啫。係啦。聽過啊？央視啊，評點啊，陳皮造假天仙局，哇！真係好出名啊呢單嘢。係啦。仲要話啲人咧係央視曝光20倍牟利假陳皮喎，好多人驚我呢一單嘢。呢樣嘢轟動咗全中國啦。真係喎，原來陳皮有假嘅喎，仲要牟利咩20倍喎，真係。我哋呢度咧就係乜嘢都係我哋一手包辦嘅，果園要達到一定嘅規模先可以申請到呢個地理標誌嘅啊。係啦，如果係其他外地嘅產區咧，就攞唔到呢一個地理標誌嘅。睇翻你自己屋企嘅陳皮，咁究竟入邊有冇呢一個 QR code 啦？係啦，有冇嗰個地理嗰個標誌咧？仲要掃一掃啊，要驗證通過，亦都要有埋嗰個地方啊。係，我哋包括我哋嘅李總啦，除咗我哋有國家主體地理標之外咧，我哋嘅李生仲係一個陳皮嘅鑑定師嚟嘅呢樣嘢。陳皮知唔知咯？陳皮，大家睇睇啦。係啦。所以咧喺呢度今日咧喺我哋直播間買嘅陳皮，唔需要擔心有陳皮騙局啦，唔係新會陳皮啦，或者係啲中介公司攞皮啦，係完全冇。所以我特登今日40幾度熱，我都特登去個園區度睇。係冇錯，包括我依家都出晒汗。5年之內嘅咧，建議你1年曬佢2到3次。到10年呢個時間咧，就1年曬1到2次得。跟住10年之後咧，基本上唔使點曬。唔使點曬。係啦。C1呢個就叫小青皮，有咩作用啊？呢個小青皮。青皮本身係幫助消化啦，中腸胃同我哋嘅小青金，同我哋嘅小青金差唔多嘅。但係咧，青皮嘅性會比較烈啊。嗰個清腸胃咧會比小青金更加之明顯嘅。不過係24年嘅青皮咧，可以打開。3個皮你見唔見到啊？係啦，整片嘅，所以唔需要擔心咧有斷皮嗰個情況。有定同冇定咧係有分別㗎。我而家先知道啦，冇定就叫做落地皮，有定咧就真係收割嘅皮。咁E1、E1、2紅叫做2紅金皮，如果冇咁多青嗰種金嗰種味道。係啦，有啲香味添。嗱，都係3片嘅，整片嘅。佢未係完全熟晒，因為我哋已經放咗1年啦，已經轉發咗1年。咁所以依家咧你就睇上去成個皮黃晒啦。但係其實咧我哋當時採集佢嗰時咧就係一半黃一半青嘅。係啦，除咗可以幫助你消化啦之外咧，仲可以幫到你咧止痰止咳㗎。係啦，所以2個功效都會有嘅。係啦，攞嚟送人㗎，唔一定係自己飲㗎。所以我哋都會加翻個手袋俾你嘅。係啊，呢個即係全場係買1送1啦。大紅皮又會有少少唔同嘅，呢個係偏少少青，但係呢個咧就會偏紅少少咧，所以就叫大紅深少少嘅。係啦，就叫大紅皮啦，係止咳止痰濕痰。係啦，化痰止咳呢樣嘢咧，大紅皮咧係最好㗎啦，因為老少咸宜啊嘛。紅皮比較溫和啲，因為佢糖分高啊嘛。建議大家都係放翻3年先再食啦。放埋3年先再食。係啦，因為陳皮咧從果皮咧其實係相差非常之大嘅。慢慢傳咧，我起碼我心裏邊咧會清楚好多。係啦，係呢個5年陳皮呢個真係可以沖嚟飲。呢個咧買翻去就真係可以即刻可以沖嚟飲㗎啦。譬如好似陳皮呢個係幾多年嘅，有年份標，話俾你知究竟係幾多年，你買緊幾多年嘅陳皮，同埋有個地理標。係啦，證明佢真係正品嚟嘅。係啦。跟住我哋後邊咧仲有一個叫做信息標嘅嘢，而且我哋呢個信息標有埋一個出廠日期嘅。係，大家睇睇先。係喎，有晒所有資料。係呢度寫住咧保質期36個月，其實咧新嘅陳皮嚟講係冇保質期。冇保質期嘅，唔需要保質期嘅。你講個時間越太長就越係靚嘅。哇，好香！味道唔一樣㗎啦，唔一樣㗎喎，同頭先呢個皮咧新皮同舊皮梗係唔一樣啦。如果新皮同舊皮，即係好似1000蚊同100蚊紙一樣㗎嘛，點一樣咧？係啊，係完全其實係唔一樣嘅嘢嚟。呢個係香好多喎，呢個紅皮咧，你一睇得出啦。係啦，完全唔同啊，佢內囊同埋表皮唔一樣㗎，因為佢經過咗咁多個年份啦，去轉化佢啊嘛，肯定有少少唔同㗎。我覺得好解渴嘅真係。特別依家天口慶啊，飲水飲極都唔知渴嘅。係啊，飲翻呢一個。飲翻下陳皮水啦。陳皮水，但係去到10年咧，分別就會大啲啦。係啦，去咗10年咧，佢就會深好多㗎啦。係啦，10年都係啦，有個10年標啦，同埋有個地理位置標嘅，記得啦。佢又會深顏色少少嘅。嗱5年我又覺得花香啲。係啦。10年我覺得果香啲。呢個係10年，呢個5年，個皮係深啲，完全唔同嘅。個囊咧，你見到呢個10年，呢個5年，係啦，顏色深啲，顏色都係深啲，一睇就可以睇得出。呢一個係15年嘅，呢個係10年嘅，係咪兩回事？係，見唔見啊？面頭都係兩回事嚟嘅。再睇下個表面，佢再深色啲，同埋我覺得佢會再好似清脆啲啊，脆啲喎。因為佢咁高年份咧，佢個脫落同埋脫糖咧會更加之明顯，所以佢會更加之乾嘅，一樣嘅嘢。哇，好香啊！係直情咧，去到呢個位咧。
都聞到。其實根本唔需要擺落個鼻，直接開起蓋坐喺度聞到。久唔久有幾聲咳啊，跟住呢個15年咧可能會幫到佢啦。係啊，呢個真係嗰個琺瑯刺激嘅作用咧，會比10年明顯好多。明顯好多，20年，見唔見到啊？呢一個再深色啲，哇，好香啊！佢係直有藥香，我覺得。係啦，藥香加醬香都有啦。藥香醬香比較起呢一個。真係啊！你冇得講，你唔同啊，唔關事啦，已經係啦。5年我會覺得係花香，跟住10年我會覺得係花香轉咗少少嘅花，有少少果味。10年係果香，20年藥香，貼都唔使貼，陳皮絲係啊，唔使貼啦，直接5年陳皮絲，洗佢抌落去 OK 啦。係咯，呢個咦？荔灣魚攞嚟蒸，搞掂噶咯喎。係啦，乜都唔使啦，荔灣魚蒸喎，係咯。你攞個盤攞水沖就直接抌落 OK 啦。搞掂咯喎，呢一個非常之簡單。哇，好簡單，同埋價錢，哇，都係90蚊。係啦，陳皮絲我嚟煮餸啊，擺喺烹調嗰度，契入係5年皮喎，呢個完全唔使諗，因為平時好多人蒸魚啊，我翻去又要攞個蒸皮嚟切，好麻煩啦，大佬。好麻煩啦，呢一個搞掂。好晒俾。10年陳皮絲嘅，係啦，覺得5至10年10年都冇乜所謂，因為爭幾十蚊啫。我又唔介意係斷皮嘅，係咪？都有啲福利品俾大家，大家呢個營養價值係一樣㗎，係外觀嘅問題啫。